20多年前，伫台湾创立着新宗教法门的青海无上师，恬静一段时间了后，最近有风声，讲伫这个苗栗的湾里买一片游乐区的土地来征收，将做台湾共修的道场。有信徒来压了，顶个月底大约有6000个信徒共修，一个志工使这个驴高机仔来并车缀着一个信徒，但是因为道场禁止炸手机仔，所以牵着救护的时间，这个信徒全不幸死亡。意外现场为风所散，这是青海无上师伫苗栗火焰山新建的道场，当时志工驾驶对高机整修道场。不细致变过，结果去逮到一名信徒，有民众讲第一时间无靠119叫救护车。当时他们是一位驾驶，2位坐在那个升降机的前面。他下坡的时候，他说太快无法刹车，所以就翻车这样。救护车来到现场的时阵，受伤的信徒已经无生命现象。嘛，质疑讲当天有6000名信徒共修，疑似道场内禁止炸手机啊，延误报警，不过道场后日发生了，马上打救护车，当场就叫了，马上就叫了。青海无上师20多年前创立新宗教观音法门，被民众指控敛财，伫苗栗西湖的道场嘛被查出是违建，伊马上离开台湾。It's ego make it like that, make you attached to this and that, make you feel proud of this and that, which is absolutely nothing. 经过几啊冬了后，旧年伊买苗栗火焰山附近的温泉游乐区，整修做台湾共修道场，还佫甲信徒做伙共度耶诞。虽然一切拢真低调，不过随着意外发生，青海无上师返来台湾重新建道场，再度引发关注。